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歡迎嚟到主日崇拜。雖然今日可能落咗好多嘅雪，但係我哋感謝神俾我哋有一個溫暖嘅屋企，俾我哋可以喺屋企裏邊喺網上面仍然可以一齊同心嘅去敬拜佢。讓我哋一同安靜我哋而家嘅心，我哋預備我哋自己。求聖靈嚟到我哋心當中，預備我哋，讓我哋雖然喺家中，但係我哋能夠同心合意，我哋一同嘅用心靈誠實去敬拜神。求神預備我哋。詩篇100篇第4到第5節，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傳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讓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心嘅禱告。我哋喺天上面三一嘅真神，聖父、聖子、聖靈，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將榮耀頌讚都係歸俾你，因為你係嗰位配得頌讚嘅神，你係嗰位創造天地萬物嘅主，你係嗰位創造我哋每一個人。雖然我哋犯罪得罪你，你卻係仍然愛我哋，你差遣你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世上，為我哋嘅罪死喺十架，復活，叫我哋今日因為相信，我哋可以喺佢裏邊有盼望。父神，我哋用感恩嘅心嚟到佢面前。父神，我哋求你嘅靈帶領我哋今日喺你敬拜當中，我哋去透過讀經禱告，透過聽道，我哋將榮耀頌讚都一一嘅歸於俾你。父神，我哋求你嘅靈喺我哋當中去運行。雖然我哋今日可能唔喺同一個地方去聚集，但係我哋嘅心喺你當中，透過聖靈，我哋都係同為一體。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喺你裏邊，我哋都係一同同心合意嘅向你敬拜。父神，我哋都係喺紀念到我哋當中都係身體有軟弱嘅弟兄姊妹，紀念到我哋都係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可能都有面對困難，面對有魔鬼而嚟嘅引誘、誘惑同一啲陷阱。父神，求你幫助我哋都係能夠認清你係我哋生命嘅主，你係掌權嘅神。父神，求你幫助我哋都係將信心放喺你嘅身上，幫助我哋去穿戴你俾我哋嘅全副軍裝，叫我哋真係可以一同嘅作你嘅精兵去抵抗。父神，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唔係單獨一個人，我哋係身邊有弟兄姊妹去互相嘅扶持。父神，我哋都係感謝你喺我哋即係生命當中呢啲咁多唔同嘅賜予俾我哋。父神，我哋都係將呢啲嘅賜予，我哋都係即係一一嘅，我哋獻上感謝。父神，求你都係去悅納我哋，感謝你喺度聽我哋每個人有聲無聲嘅禱告。我哋祈禱感謝係奉靠你愛子基督耶穌嘅聖名而求，阿門。讓我哋繼續唱三一頌。讓你繼續唱榮耀頌，將榮耀頌讚都歸於我哋天上面三一嘅真神。榮耀都歸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一全能真神，賜
初這樣，現今這樣，以後一直到永遠，無窮無盡。阿門，阿門。讓我哋嚟到神嘅殿前面，我哋一同將我哋嘅頌讚歸於俾呢位聖潔嘅三一真神，歸於俾我哋喺天上面嘅聖父、聖子、聖靈。聖哉三一。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我眾歌中，歡聲上達天地。聖哉，聖哉，聖哉，全能主宰，讚美三一神，父子與聖靈。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敬拜，放下黃金冠冕，環繞在水靜海，千萬天使天國，俯伏叩拜主賜，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聖哉，聖哉，聖哉，至莊嚴威榮，罪人憤悔難見，因黑暗罪心中，唯獨上主至聖，唯獨上主至尊，全能又全愛，至聖潔真實。真神所造萬象生靈，齊來歌唱讚美歌聲。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金光燦爛，火熱太陽，清輝皎潔，雲有月亮。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搖撼山嶺，強勁猛風，行雲任意傳萬里空。讚美真神，哈利路亞，清早晨光後若滿枝，晚照斜陽微雲連陰。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大地海洋寶藏無窮，時時供應我們享用。讚美真神，哈利路亞。清香化過結實滿枝，彰顯主權輝滿全地。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
讚美大主宰，也當謙卑向他敬拜，讚美真神，哈利路亞，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高聲讚美三一神明，讚美真神，讚美真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彼得前書5章第8節，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哮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讓我哋一同務要警醒禱告。信徒切莫貪悠閒，有無安逸物難散，免得身陷仇敵間，警醒禱告。惡魔勢力正掌權，集結列陣欲擾亂，乘虛不避得進化，堅聲禱告。神賜軍裝當穿上，堅守後勿驚惶，敵人埋伏應提防，堅聲禱告。聖徒奮戰勝惡魔，留下榜樣激勵我，真誠崇高作幫助，堅聲禱告。留心傾聽主聖言，愛盡真道多實踐，將主教訓藏心間，堅聲禱告。大家請坐。今日讀經係選自但以理書第10章1到12節，讓我哋一齊嚟讀。請。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顯給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爭戰。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象。當那時，我但以理悲傷了3個7日，美味我沒有吃，酒肉沒有入我的口，也沒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滿了3個7日。正月24日，我在希底結大河邊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髮精金帶，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這異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見，同着我的人沒有看見。他們卻大大戰驚，逃跑隱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見了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撐微起。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啊，
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裏。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立起來。他就說：但以理啊，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弟兄姊妹早晨，喺主內平安。今日因為大風雪嘅緣故，我哋要喺屋企嚟去同大家講道。好快我哋就會睇到但以理書嘅最後嗰3章聖經，就係第10章至到第12章。呢3章聖經其實係組成一個嘅一連結在一齊嘅。佢就為全本書嚟作一個嘅總結。而第10章今日我哋要睇呢段經文，就係呢3組總結嘅一個嘅開場白。然後當我哋讀第11章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上帝最後對但以理先知曉諭嘅異象，將來要發生嘅事情係乜嘢嘢。然後去到12章呢，我哋會睇見第12章為所有嘅異象同埋全本但以理書作為一個嘅總結。第10章俾我哋睇見但以理書開始嘅時候，但以理先知有一個謙卑同埋一個好克己嘅一個嘅去禱告，亦都為我哋揭開咗喺屬靈世界裏邊一啲嘅爭戰係乜嘢。咁然後叫我哋睇見喺呢一個嘅我哋睇唔到嘅世界，呢個屬靈嘅世界裏邊一個嘅現實係乜嘢，亦都話俾我哋聽，我哋嘅禱告同屬靈嘅爭戰同埋屬靈嘅現實有啲乜嘢嘅關係。咁今日我哋就嚟睇第10章嘅第頭嗰3節聖經。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事顯給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爭戰。但以理通達這事，明白這異象，謙卑。當那時，我但以理悲傷了3個7日，美味我沒有吃，酒肉我沒有入我的口，也沒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滿了3個7日。第一節嗰度話俾我哋聽，呢一件事情發生喺古列王呢個波斯王古列嘅第3年，亦都係話呢個係公元前嘅第536年。嗰陣時，但以理已經係介乎係85至到90歲一個嘅老人。到咗第10章，我哋見到古列王喺呢一個時候發生第10章發生嘅事情，係古列王已經頒布咗俾呢一個嘅猶太人可以翻到去呢一個嘅猶大嘅地方耶路撒冷去重建佢哋嘅聖殿，同埋重建佢哋嘅城市。呢度話但以理有一啲事情非常悲傷。第2節話俾我哋聽，聖經冇喺呢度交代點解佢會係咁悲傷，冇提到。我哋大概可以推估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好可能係當時跟住所羅巴伯回流翻去呢一個耶路撒冷嘅人數其實係非常少嘅。雖然話差唔多有5萬人，但係其實佔所有被擄嘅人嗰個嘅百分比係非常之低。即係換一句説話講，但以理睇見當時上帝俾猶太人一個咁充滿咗恩典嘅一個嘅生機，就係你作為一個亡國奴，你可以翻到去自己嘅家鄉，繼續嘅去為上帝嘅緣故喺耶路撒冷喺嗰度喺聖殿去服侍上帝。當然聖殿要被重建，但係因為人數非常少，而當時嘅好多個猶太人，佢哋已經忘記咗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國家，佢哋嘅責任同埋佢哋嘅任務係乜嘢嘢。當你見到一個咁嘅情景嘅時候，但以理會係好非常之嘅悲傷。唔好忘記，當但以理讀到耶利米書，知道猶太人可以翻到去呢一個嘅猶太嘅地方嘅時候，佢嗰個興奮嘅心情，佢即刻向上帝祈禱，要祈求上帝兌現佢對以色列人嗰個嘅承諾同埋嗰個嘅應許。就係咁樣，我相信但以理先知係
係非常嘅悲哀，見到一個咁嘅情景，就係當一班被擄做亡國奴嘅人，去到一個異地，佢喺異地裏邊，佢開始蓬勃或者開始會過一個佢哋適應嘅生活嘅時候，佢哋就忘記咗當時佢哋喺屬靈裏邊嗰個嘅目的係乜嘢嘢。呢樣嘢亦都提醒我哋，就係話，當我哋喺我哋舒適嘅生活裏邊，好多時候我哋就忘懷咗，我哋忘記咗究竟上帝託付我哋基督徒，託付我哋教會要做一啲乜嘢嘅事情。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話當時回流嗰批人，佢聽到好多嘅報告翻嚟，講到佢哋受到好大嘅阻攔，以致叫呢班嘅人失去咗佢哋當初嘅異象。久而久之，佢哋就喺巴勒斯坦嘅地方，佢哋仍然過一個佢哋自己覺得好舒適嘅生活啊，而忘卻咗重建聖殿嗰個嘅異象同埋嗰個責任。故此，上帝喺哈該書派哈該先知去提醒當時嘅以色列人。喺哈該書嘅第1章第4節嗰度話，佢話上帝話：這殿仍然荒涼，你哋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亦都受到極大嘅阻攔，喺聖經記載我哋知道，極大嘅阻攔令到佢哋失去咗佢哋嘅動力，極大嘅阻攔叫佢哋失去咗佢哋嘅異象。久而久之，佢哋開始過一個自私嘅生活，過一個自我嘅生活，淨係顧自己嘅生活，顧自己嘅家庭，而忽略咗上帝要佢哋做嘅事情。當呢一個人一個民族冇咗一個嘅異象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係一個好可悲嘅一個嘅事情。但以理可能為呢一件事嚟去傷心，或者有啲人會問：但以理點解你自己唔去啊？咁我相信但以理嗰陣時年紀咁老邁，第一，第二佢喺呢一個宮廷裏邊可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令到佢冇辦法能夠隨隊翻到去呢個耶路撒冷，佢只能夠喺後邊做一啲策劃同埋推動嘅工作。佢喺呢度好顯然嘅係為着呢啲嘅事情憂傷嘅去禱告。第2節、第3節或者呢一章嘅聖經第10章聖經，或者去到第12節都話俾我哋聽，但以理憂傷咗整整3個禮拜，佢喺嗰度禱告，佢喺嗰度克己，喺嗰度謙卑，佢冇食佢平時食嘅嘢，佢冇做一啲佢平時做嘅嘢，譬如話食一啲佢平時嘅肉啊，或者係一啲嘅美味。而佢喺嗰度克制自己，過一個簡單嘅生活，食一啲好簡單嘅食物，或者飲啲飲啲清水等等嚇。佢亦都喺呢度記載冇用油嚟去抹佢嘅身嚇，即係話一啲成日做嘅，或者係沖涼啊、潔淨啊嗰啲嘢咧，佢都抌低，佢可以喺嗰度嚟去尋求上帝嘅旨意。或者我哋會問乜嘢叫做克己咧？咁克己其實咧就係一種克制自己生活好叫你能夠對屬靈嘅事情有一個專注嘅一種嘅行動。咁譬如禁食咧就係其中嘅一種。咁嘅禁食咧喺我哋教會咧其實我哋嘅教導咧唔係講好多嘅。咁你從來基本上冇聽我講過禁食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年輕嘅時候，我曾經嘗試去禁食。但係我發覺咧，因為我有腸胃病啦，我每一次禁食嘅時候咧，我啲腸咧就會痛晒，同埋咧會好辛苦。咁呢個咧就禁食就唔係一啲我可以好輕易做到嘅嘢，所以其實呢啲咧就唔係我係喺呢方面能夠俾大家有好多嘅資料嘅嘢，因為我個人嘅經歷係極其少。但係克己唔等於一定就係禁食喺呢度我哋見到但以理冇完全嘅禁食，佢只不過係部分嘅禁食，或者食一啲好簡單嘅嘢。我叫佢能夠專注嘅喺嗰度禱告，專注嘅去尋求上帝。咁克己或者係呢個 self-denial 英文呢個 self-denial 究竟有啲咩意義咧？咁因為我哋見到咧就係克己其實係咩？就係話當我哋將我哋平常生活一啲繁瑣或者我哋做開嘅嘢，突然間我哋唔去做或者係約制唔做嘅時候咧，能夠叫我哋嘅精神更加嘅集中，叫我哋嘅生活過得更加嘅嚴肅。好叫我哋能夠專注嘅去尋求上帝嘅旨意。但係呢度我哋見到上帝係接納嘅，上帝見到但以理嘅謙卑，上帝見到但以理嘅克己，即係話但以理係
對屬靈嘅事情，對佢個禱告生活係非常非常嘅認真。佢唔係好輕易嘅就會去讓佢嚟去求求其其咁就過咗嘅。咁我哋見到呢一個克己就係能夠集中嘅去尋求上帝嘅旨意，要知道明白上帝係將來要點樣嘅去帶領佢嘅子民。好，第四節嗰度講到嚇，就係正月24日，我在底格拉斯河邊舉目觀看，見有一人穿細麻衣，戴烏發精金帶，他身體如水蒼玉，面貌如閃電，眼目如火把，手和腳如光明的銅，說話的聲音如大眾的聲音。這異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見，同着我的人沒有看見，他們卻大大戰驚，逃跑隱藏，只有剩下我一人。我見這大異象，便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我卻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一聽見就面伏在地沉睡了。正正嘅正月嘅24號，亦都係過咗逾越節嘅第10日，亦都係話喺呢一個但以理嘅禁食唔係禁食，或者係佢係嗰個嘅克己，佢喺佢禱告呢21日嘅裏面所以喺逾越節佢冇特別嘅去過呢個逾越節嚇，佢喺度佢喺嗰度去過一個克己嘅一個禱告，或者係部分嘅禁食嚟嘅一個咁嘅禱告。正月21日就係24日就係逾越節過後嘅第10日嚇，亦都係但以理禱告最後嗰一日，就係第21日。去到第21日嘅時候，佢站咗喺嗰個呢個底格里斯河嚇，底格里斯河就係呢個 River Tigris。咁我哋知道有兩條大河啦，喺呢個呢個敍利亞嘅地方，或者今日嘅敍利亞，或者當時嘅巴比倫嘅地方。唔係敍利亞，對唔住，係呢個伊拉克嚇。咁咧，我哋有兩條大河啦。咁其中呢個 River Tigris 就係其中一條嘅大河。嗰度我哋見到第6節話有一個人嚇，佢嘅衣着、佢嘅面容等等有一個咁嘅敘述。咁大部分解經家相信呢個咧就係耶穌基督嚇。呢個就係耶穌基督。點解咧？因為當我哋睇呢一個嘅啟示錄嘅第1章嚇，第13節至到第15節嚇，嗰度形容對人子耶穌基督對佢喺呢個對耶穌基督喺呢個嘅啟示錄嗰個嘅記載，嗰個嘅容貌係非常相似。主耶穌基督喺舊約曾經有出現過好幾次嚇。咁呢個神學咧就稱之為Christo 呢一個基督嘅顯現嚇 Christophany 嚇。呢一個嘅字就係話基督喺呢一個未道成肉身之前嚇，佢喺舊約以人嘅肉身嘅一個嘅顯彰或者一個嘅顯現。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呢一個舊約裏邊記載呢個撒冷王呢個麥基洗德啊。撒冷王麥基洗德，當你再讀聖經嘅時候。冇宗冇族嚇，佢冇根可尋，你唔知佢嘅宗族係乜嘢，佢淵源係乜嘢，但係佢就喺嗰度。當呢一個亞伯拉罕4王5王之爭，佢搶翻羅德嘅家人翻嚟之後，佢將1/10奉獻俾當時嘅呢一個撒冷王麥基洗德啊。咁呢個咧就係好可能就係耶穌當時對嗰啲猶太人講，佢話未有亞伯拉罕以先就已經有咗我。就係咁嘅意思呢個可能係一個咁嘅意思嚇。但係無論如何我哋見到第8節嗰度講下，佢見到耶穌基督嗰個嘅顯現嘅時候，佢發覺佢渾身無力面貌失色，毫無氣力呢個咧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嘅現象，因為喺舊約裏邊記載，當人見到上帝嘅時候，佢哋通常嗰個反應係點樣樣？當人見到上帝嘅時候，我哋會發覺我哋自己渾身無力。當我哋人見到上帝嘅時候，我哋會發覺係一個好震撼嘅一個嘅經歷，以致叫到佢喺呢一個沉睡當中，或者佢係失咗知覺一個咁嘅情景嚇。我哋睇見以賽亞先知喺以賽亞書嘅第6章嗰度，
當年佢話我見到上帝高高喺寶座上邊，佢嘅榮光充滿咗全地，而天使喺度不斷嘅呼喊，喺度敬拜上帝，互相呼叫話：聖哉，聖哉，聖哉！萬軍嘅耶和華，佢嘅榮光充滿咗全地。以賽亞先知點樣去反應？佢話：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當我哋見到上帝嘅時候，我哋嘅反應會係一個會係 overwhelmingly 一個咁嘅係完全令到我哋係冇得招架咁樣嘅一個咁嘅現象。呢度我見到但以理係完全 completely 冇晒體力，冇晒氣力佢面貌失色即係佢呢一個係見到上帝嘅顯現嘅一個嘅現象其實當我哋人見到上帝嘅時候，喺聖經裏邊 throughout 我哋會見到一個咁嘅情景，就話當我哋見到上帝，我哋開始知道佢嘅聖潔，知道佢嘅榮美嘅時候，我哋見到嗰個全然聖潔嘅上帝，我哋見到上帝嘅榮光嘅時候，我哋第一件事我哋即刻見到嘅就係我哋自己嘅不配。我哋喺上帝嘅聖潔光照之下，我哋睇見我哋自己嘅罪。喺佢嘅榮耀裏邊，我哋睇見我哋嘅自己嘅污穢同埋醜惡。喺上帝嘅偉大嘅面前，我哋會見到我哋自己嘅渺小。當一個人相信上帝、相信耶穌基督嘅時候，其實嗰個過程都係好相似嘅。當我哋認識見到上帝嘅聖潔同埋佢嘅偉大嘅時候，亦都係我開始認識我自己嘅罪惡嗰一刻。喺嗰一刻，我察覺到我喺上帝面前，我嘅道德係完完全全嘅崩潰。我個道德係完全喺上帝嘅面前破產。上個星期林牧師講到8福第一福耶穌話：虛心嘅人有福了，因為天國係佢哋嘅。咩叫虛心？喺呢度講虛心唔係叫我哋係好謙卑咁嘅意思，唔係。就係話，當一個人明白佢喺靈裏邊嘅貧乏，一個人明白喺上帝嘅聖潔面前，佢嘅道德完全嘅破產，佢屬靈嘅光景，佢靈命嘅貧乏。耶穌話：咁樣嗰個人係有福嘅，因為當一個人明白自己屬靈嘅光景嘅時候，佢就識得去尋找上帝嗰一個嘅救恩，叫佢哋可以進入到去天國裏邊。感謝上帝。當我哋人認識見到上帝嘅時候，我哋就見到嗰個嘅真我，而見到個真我嘅時候，就成為咗我哋嘅祝福，因為我哋曉得去尋找佢嘅救恩，曉得去接受佢嘅救恩。好啦，而喺第10章俾我哋睇到有另外一幅好重要、非常重要嘅圖畫。我哋搜翻，我哋睇到呢一個但以理先知佢見到嘅異象，見到耶穌基督向佢顯現。去到第10節嘅時候，佢話忽然有一隻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即係佢可以趌翻起身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站起來，因為我現在奉差遣來到你這裏。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地立起來。他就說：但以理啊，不要懼怕，因為你從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的。呢度我哋見到但以理見到呢一個主耶穌基督嘅顯現，令到佢完全失去知覺，或者係佢全身無力之後，佢跌入咗去沉睡嘅裏邊。聖經話俾你聽，但上帝嘅使者按手喺佢身上面，見佢有能力慢慢嘅爬起身，然後話俾佢聽但以理你喺上帝嘅面前係大蒙眷愛聖經呢度嘅描述咧就係大蒙眷愛呢4個字啦，就係話一個人咧係蒙上帝非常能夠討到上帝嘅喜悅，討到上帝嘅歡心嘅一個人而係受上帝大大祝福嘅一個人。呢一個咧叫做大蒙眷愛佢呢個人受上帝嘅祝福而
然後佢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佢另外一樣嘢佢知道就係話，原來佢頭一日禱告，佢連續禱告咗21日，聖經話俾我哋聽。但係喺呢度話俾我哋聽，原來唔係上帝冇聽到佢禱告，而喺佢個禱告嘅第一日啊，上帝見到佢嘅克己，上帝見到佢嘅謙卑，上帝見到佢嘅心腸嚟到神嘅面前去祈求嘅時候，上帝話：我已經應允咗你嘅禱告啊！我即刻要派使者嚟到佢面前，而我呢一個上帝嘅使者話：我就因為要將你嘅言語帶呢個信息俾你嚟，而我喺呢度嘅原因係咁樣樣。咁我哋見到呢一個係但以理先知呢一個上帝向佢嘅使者向佢顯明話俾佢聽點解佢會嚟到。但係第13節嗰度話：但波斯國的魔軍阻攔我21日，忽然有大軍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諸王那裏。24節，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本國之民日後必遭遇的事，因為這異象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他向我這樣說，我就臉面朝地，啞口無言。不然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開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啊，因見這異象，我大大受苦，毫無氣力。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我一見異象就浑身無力，毫無氣息。呢度我哋見到有一件好奇怪嘅事情亦都喺聖經裏邊唔係時常講到好多嘅，就喺呢度咧，將屬靈世界嗰一個嘅我哋叫個 curtain 或者係嗰個幕揭開咗之後，我哋見到原來喺呢個屬靈嘅世界裏邊係有爭戰。原來喺呢個屬靈嘅世界裏邊，我哋見唔到嘅一個靈界裏邊係有爭戰呢個係聖經對我哋嘅教導，而我哋基督徒必須要相信呢件事。雖然我哋睇唔到但係我哋必須要相信呢個係屬靈世界嘅現實，就係有屬靈爭戰。保羅喺以弗所書嘅第6章嘅第12節嗰度話因我哋並不是與屬血氣嘅爭戰，乃係與那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好清楚，保羅喺呢度講到，俾我哋知道就係話，原來喺呢個世界嘅物質世界以外嘅背後，喺呢個屬靈嘅世界，我哋眼見唔到嘅世界嗰度有一個嘅爭戰係有上帝同呢一個撒旦嘅爭戰。首先我要澄清一樣嘢咧，就係話一啲普遍對屬靈説話或者對呢個屬靈爭戰嘅一啲嘅誤解就係我哋好多時認為撒旦同上帝同撒旦嘅爭戰就係一個正同邪嘅爭戰，一個係聖潔同呢個醜惡，或者係呢一個善與惡嘅一個嘅相爭邊個都贏唔到大家大家係真正嘅打擂台嘅對手而撒旦係上帝嘅平等嘅對手。好多時係人就開始係咁樣諗嘢一個係，譬如你睇 Star Wars 嘅時候，我哋會發覺即係嗰個 Dark Force 有我哋見到，咁就有一個邪一個正好多時候喺我哋嘅理念裏邊，邪正嚟嚟去去好似一個拉鋸戰咁樣呢個係一個非常錯誤嘅一個嘅明白撒旦從來唔係上帝平等嘅對手，撒旦從來唔係上帝嘅對手，只不過係全知全能嘅上帝容許撒旦暫時佢存在，好叫上帝能夠完成佢永恆嘅計劃。咁當然背後你會問好多其他嘅問題，呢個係另外一個嘅題目所以我哋基督徒要好謹慎，我哋要好清楚嘅知道，我哋要小心撒旦，但係我哋唔需要恐懼，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勝過撒旦，上帝嘅權勢勝過撒旦。雖然有撒旦嘅勢力但係統管萬有嘅上帝，佢連撒旦嘅權勢都係喺佢嘅掌握當中。呢度提到呢一個波斯嘅魔軍呢個好似話俾我哋聽，喺波斯國呢一個嘅地方，呢一個嘅文化，呢一個嘅民族，撒旦擺咗一啲
好有權勢嘅一啲嘅邪靈嘅墮落咗嘅一啲嘅邪靈嘅喺嗰度嚟去繼續嘅愚弄，繼續嘅去管治佢哋嘅地方。嗱，我哋嗱，其實我咧，我不嬲都係咁講。我同我太太好多時候咧，我哋傾偈嘅時候我都講啊。嗱，譬如有啲嘅地方咧，喺呢個世界咧，係特別多迷信嘅嘢發生喺嗰度嘅嚇。嗰啲嘅地方咧，又特別有多嗰啲邪術嘅。譬如好多地方有啲降頭啊，嗰啲咁啊古靈精怪嘅嘢，或者有啲嘅國家有啲民族咧，佢哋係好難信主嘅，即係話嗰個嘅屬靈嘅黑暗咧係非常之大嘅。我係好鼓勵弟兄姊妹，當你去旅遊嘅時候，譬如你去到泰國嘅時候，你睇見呢個四面佛啊，我哋就喺四面佛面前度影幅相，或者我哋去某啲嘅神像，我哋又幫佢影張相，或者去某啲嘅神廟，我哋又影幅相嚟留念。嗱，當我哋去旅遊嘅時候，其實我哋應該以一個屬靈嘅角度去參觀呢啲嘅地方。點樣以一個屬靈嘅角度去參觀呢啲嘅地方？好多年前我哋去日本做短宣嘅時候，我哋去呢個 Osaka 啊，去呢個 Osaka 應該係名古屋嚇，咁啊去嗰度旅遊。咁我哋夜晚分享嘅時候，我仲記得我第二個仔咧，佢話我哋見到好多好好睇嘅嘢，有日本以前嘅宮殿啊咁等等一大扎嘅嘢。但係佢突然間講咗句説話係好啱嘅。佢話但係同樣時間，我見到喺日本有非常強烈嘅屬靈嘅黑暗喺當中。咁佢呢個 assessment 係啱。咁我哋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哋見到咩？我哋見到 spiritual darkness。我哋見到好多人仲喺黑暗裏邊，佢哋冇機會見到基督嘅光。所以當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佢話有一個當時嘅啲外邦人會見到一個大光嘅原因就係咁樣。我哋活咗喺一個撒旦管治嘅一個黑暗嘅權勢裏邊，而呢一個嘅光要嚟到呢個世界，嚟到呢個世界佢要去戰勝呢個黑暗，叫相信耶穌基督嘅人能夠見到真理，能夠見到大光。有好多個民族特別迷信，有好多個民族特別難接受福音，係因為成為係有撒旦嘅一啲嘅強勢，或者撒旦一啲嘅管治喺嗰度嚟去壟斷當時嗰啲人嘅心。波斯國，我嘅個人意見就係其中一個撒旦嘅 stronghold 或者係佢好強嘅一個地方，直至到今日仍然係咁樣樣。呢個波斯國嘅魔君擋咗上帝嘅使者嘅21日嚇。咁呢個好可能就係 Gabriel，我哋聖經呢度冇講到，但係好可能 Gabriel 咧係最後咧甩唔到身啊，俾佢阻到21日纏繞佢，而最後咧呢個天使長呢個米迦勒呢個 Michael 咧就嚟幫助佢，叫佢能夠去到但以理嗰度去報呢一個消息。我哋仲有一樣嘢，我想大家留意，呢一個嘅屬靈背後嘅爭戰係源於一個嘅禱告。係源於一個人嘅禱告，係源於但以理嘅禱告。喺呢度我哋可以見到，當我哋向上帝嘅禱告唔係冇效嘅，唔係冇用嘅。我哋見到喺背後呢個屬靈嘅爭戰係因為有一個人嘅禱告。呢一個人嘅禱告係討上帝嘅喜悅，合乎上帝心意嘅人禱告係有力嘅。你見到禱告嘅重要性喺呢度。當但以理禱告嘅時候，佢正喺度牽動緊上帝嘅手，佢正係要催逼，或者佢喺嗰度嚟去喐嚇，即係英文講過係 move the hand of God， 即係話當我哋嘅禱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哋唔能夠改變上帝嚇，上帝係一個自有永有嘅上帝，我哋改變唔到上帝，但係我哋可以喐到上帝嘅手，牽動上帝嘅手。咁呢度我哋見到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禱告唔單止係重要，而係屬靈爭戰嘅一部分。嗱，喺呢度俾我哋見到就係喺我哋見唔到嘅世界不斷嘅有屬靈嘅爭戰喺背後，係我哋人冇辦法明白，有啲事情我哋冇辦法了解，但係呢一個係屬靈一個嘅現實，而我哋嘅禱告成為咗屬靈爭戰嘅一個嘅關鍵嘅武器，係上帝俾我哋呢一個嘅武器。就透過禱告
我哋可以捆綁撒旦嘅作為，透過禱告，我哋可以摧毀佢嘅影響力。透過我哋嘅禱告有更多嘅人能夠見到呢一個上帝嘅真相同埋佢嘅真理。所以如果我哋明白禱告唔係一啲我哋坐埋一齊淨係噏一啲好聽嘅説話，噏一啲好嘅屬靈嘅説話嘅話咧，如果我哋明白呢一樣嘢呢一點嘅時候，我哋會發覺你會對禱告嘅睇法係有一個好大好大唔同嘅一個嘅理解同埋一個嘅睇法。願樂道堂嘅弟兄姊妹會成為禱告嘅戰士，讓我哋學習點樣一齊去禱告。當我哋禱告嘅時候，我哋可以移動上帝嘅手，我哋可以改變好多嘅事情，尤其是我哋可以改變人嘅心，因為我哋為佢哋禱告。因為當上帝嘅手開始喐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佢會成就佢自己嘅旨意。願上帝繼續嘅帶領我哋嘅教會，叫我哋成為一個禱告嘅教會，叫我哋為着我哋教會嘅事工禱告，叫我哋為着世界嘅事工去禱告，叫我哋為着世界嘅宣教嚟去禱告，讓我哋作為一個教會一齊好好嘅去移動上帝嘅手，叫更多嘅人能夠得到上帝嘅祝福。最後我哋睇十八節，佢話有一形狀像人，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啊，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說：你知道我為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和波斯的魔軍爭戰，我去後希利尼的魔軍必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軍米迦勒以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軍的。喺呢度我哋睇見最後嘅呢4節經文叫我哋得到非常非常大嘅鼓舞。唔單止但以理去到最撈尾，佢會得到呢一個嘅建立，佢會得到呢一個再一次嘅堅強，佢再一次喺靈命裏邊會得到上帝俾佢嗰個嘅 refreshment。而佢喺呢度，佢見到佢生命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鼓舞。我想大家留意第19章我 highlight 咗，特別用紅色呢一個嘅使者同佢講就係話：大蒙眷愛嘅人，你唔好懼怕，願你平安，願你總要堅強。呢度有4點有4樣嘅嘢第一樣大蒙眷愛嘅人，但以理係一個大蒙眷愛嘅人就係話佢得到上帝嘅歡心。好似頭先我講我相信因為但以理過着一個合神心意嘅生活，佢過着一個體貼上帝嘅心嘅生活，而佢咁樣嘅品格，佢咁樣嘅同佢嘅禱告生活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我哋基督徒咧，有啲人話我唔係但以理上帝我得唔到上帝咁嘅眷愛但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弟兄姊妹，我可以話俾你聽凡係我哋喺主裏邊嘅人我哋都係蒙主眷愛嘅人。好簡單，主耶穌基督願意為你同我一個咁唔配嘅人，一啲咁唔配嘅人寫十字架上邊，就已經話俾我哋聽，上帝係幾咁睇重我哋，上帝係幾咁珍惜我哋，上帝係幾咁愛我哋。我哋可以從佢嘅救恩裏邊，我哋就已經睇到。我時常聽有啲嘅基督徒佢話：我感受唔到上帝嘅愛我唔似好似你哋咁講，成日感到好甜蜜、好等等呢啲嘅嘢呢個咧就係咧，如果你覺得上帝唔愛你你冇覺得上帝從來愛你？今朝我要話俾大家聽我哋係蒙上帝眷愛嘅人，上帝愛我哋，上帝愛你超乎你能夠想象，上帝愛你多過你嘅父母愛你，上帝愛你多過你嘅配偶愛你，上帝愛你多過你嘅子女愛你。上帝深深嘅愛着我哋，叫我哋與佢嘅救恩同埋佢嘅恩典有份。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但願你明白咗呢個之後，你唔會再話我唔係好 sure，我唔係好知道，或者我感受唔到
上帝係愛我。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屬靈嘅操練，就喺我哋嘅思想世界裏邊，我哋要去默想，我哋仲要去回顧上帝點樣去愛我哋。咁呢個咧有機會我哋先再講。第二點嚇，佢就叫佢唔使懼怕，叫我哋唔好懼怕。嗱，當我哋行走人生道路嘅時候，我哋活咗喺一個破碎嘅世界裏邊，有好多嘅事情會叫我哋懼怕。嗱，今朝早晨呢段經文再一次嘅提醒我哋唔需要懼怕，因為上帝與我哋同在。喺我哋遇到危險嘅時候，上帝要叫我哋從佢而來，得到真正嘅平安。第三樣，佢話願你平安，但以理願你平安。我讀呢段經文嘅時候，我讀到呢度，我個心係覺得好甜蜜啊！就話上帝話，但以理願你平安。願恩惠臨到你，願你平安。你係我所愛嘅大蒙眷顧嘅一個人。弟兄姊妹，願你亦都喺主裏邊得到真正嘅平安，因為我哋嘅上帝係統管萬有嘅神。我哋嘅平安唔係建立於我哋嘅錢財，我哋嘅平安唔係建立於我哋嘅名譽、我哋嘅事業、我哋嘅婚姻，或者我哋一生嘅功績，包括學問、包括學位等等。而我哋真正嘅平安係建基於嗰一位統管萬有嘅神嘅裏邊。當上帝成為咗我哋嘅支柱嘅時候，上帝成為咗我哋整個人生嘅根基嘅時候，你今日面對一切嘅困難喺健康上，好似我哋姊妹有啲，我哋嘅兄弟姊妹有啲人生病，好令我哋擔心嘅。撞到健康上面嘅問題、婚姻嘅問題或者財政嘅問題，無論佢係乜嘢嘅問題，我哋都可以從上帝而來得到嘅平安，能夠去面對生命每一個嘅難題，面對生命每一個難關。最後佢話總要堅強，總要堅強。上帝再一次嘅鼓勵但以理繼續為佢而活落去。但以理嘅一生係為上帝而活。但以理嘅一生就喺一個異地裏邊為上帝大放色彩。但以理嘅一生就喺呢一個外族嘅人裏邊見證上帝，喺嗰度服侍當時呢啲嘅皇帝同埋呢啲嘅國家。但以理 at the same time 同樣嘅時間，佢作為一個剛強堅毅嘅一個嘅屬神嘅人，佢喺嗰度為上帝去繼續嘅去發光。聖經呢度話俾我聽，上帝叫但以理你要剛強。雖然你活咗喺一個充滿咗仇恨、充滿咗陰險計謀嘅一個嘅宮廷裏邊，你唔需要擔心，你繼續嘅要去堅強，為我繼續而活，為我繼續嘅去做見證。喺呢度我哋見到上帝俾但以理重新得力。好似佢話，當佢一向我咁樣講說話嘅時候，我便覺得有力量。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我哋好多時候都會疲累，好多時候我哋喺人生嘅道路裏邊，喺基督徒嘅 walk 裏邊嘅基督徒嘅生命裏邊，我哋需要呢一啲嘅力量，我哋需要呢啲嘅更新。願上帝祝福我哋有從佢而嚟嘅勇氣，有從佢而嚟嗰個嘅信心去面對生命裏邊一切嘅風波。好啦，最後我哋結束嘅時候，我哋有啲嘅反思啊。今朝我哋究竟學到啲咩功課咧？咁其實咧係兩樣嘢啊。今朝我想俾大家睇到嘅就係兩樣嘢嚇。咁咧就第一樣咧就係聖經話俾你聽，屬靈嘅爭戰係屬靈世界嘅現實啊。即係話咧，我哋雖然見唔到，唔等於佢唔存在；雖然見唔到，唔等於佢唔重要。故所以我哋要雖然眼睇唔到，但係呢個係一個真實嘅事情，就係屬靈嘅爭戰係真又實。故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去警醒，更加需要嘅去禱告。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禱告係非常重要嘅因為佢係屬靈爭戰嘅一部分，亦都係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嘅屬靈嘅爭戰裏邊，我哋用禱告嚟成為咗我哋嘅武器啊！而禱告係可以移動上帝嘅雙手啊！
叫佢完成佢永恆嘅計劃。但願但以理書呢啲嘅經文對我哋有一個好大嘅鼓舞啊！願今朝雖然我哋唔能夠返到去教會守禮拜，但係我哋思想呢啲話語嘅時候，願我哋嘅心靈得到造就，願我哋得到鼓舞，叫我哋知道我哋應該點樣過去愛上帝，同埋點樣去侍奉佢。下一次我哋會講第11章，係講到最後嘅上帝俾最後但以理最後嘅異象。願上帝祝福大家。讓我哋用基督精兵前進呢首詩歌去回應剛才嘅信息。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途。主基督是元帥，你我共受的，齊看我主旗號，進入戰陣地。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途。見主得勝旗號，撒但軍逃避。基督精兵前進，勝利在前途。地獄根基震動，指引歡呼聲。主內弟兄高唱，向主獻頌揚。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途。基督教會前進，浩蕩如大軍，弟兄努力奔走，布線燃腳蹤。我們一心一意，團結攻敵軍，信仰盼望相同，愛心亦一致。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途。蒙恩聖徒前進，歡欣齊前往。大家異口同聲，開歌高聲唱，榮耀尊貴頌讚，歸基督我主。世人天使同唱，頌揚永無疆。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途。讓你繼續我哋嘅敬拜，讓你用我哋感恩嘅心，我哋向我哋嘅神作出奉獻。哥林多後書9章7節，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我哋可以透過銀行轉帳、網上信用卡，或者將我哋嘅奉獻支票寄嚟教會。我哋一同做一個奉獻嘅禱告。我哋天上面嘅父神，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喺我哋生命當中俾我哋各樣充足嘅供應。父神，願意你叫我哋都係學習喺將信心放喺你嘅上面，唔好去為我哋生命上面嘅事情去憂慮，叫我哋靠住聖靈喺你裏邊得着力量，叫我哋每日都係用一個感恩嘅心，我哋去過我哋嘅每一天，讓我哋都係將我哋從你得嚟嘅無論係時間，無論係精力，無論係物質上面嘅嘢，我哋都係願意我哋將佢獻上歸於俾你，讓你去使用。父神，我哋喺度嘅禱告係奉靠你愛子基督耶穌聖名而求，阿門。讓你一同起立，用三一頌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天上聖父、聖子、聖靈。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命當讚主人，天上萬軍頌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我哋一同站立，一齊都喺度領受祝福。願主耶穌基督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感動、交通同埋帶領，隨與我哋眾人同在。又願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嘅真神保守大家，賜大家平安，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大家可以喺屋企坐低有短短嘅默禱時間，回應今日嘅信息。感謝神，今日我哋能夠可以透過科技，能夠可以喺家中嘅，喺溫暖嘅地方，有安全嘅地方，係一同喺靈裏面一同去敬拜。弟兄姊妹，歡迎大家亦都希望你哋都能夠喺家中係有安全有溫暖。咁我哋好快嘅有啲嘅報告啦。第一個報告就係廣東話嘅姊妹咧，佢哋一個月都有一次嘅祈禱會嘅。咁喺26號，即係聽晚咧喺9點鐘喺線上舉行嘅。咁請姊妹，如果你哋係有興趣參加嘅，或者想詳細知道多啲情形嘅話咧，係同阿 Wendy 佢哋聯絡。咁亦都想提醒大家嘅，今日咧就係最後嘅一日咧，係去登記呢個嘅電子嘅投票嘅。如果你係一個教會嘅活動會員嘅話咧，請你喺今日咧就，如果你未登記嘅話咧，請係盡快嘅去登記。我哋想提醒弟兄姊妹嘅，
呢個係每一個會員嘅責任。如果假如你係有2次咧係 miss 咗冇投票嘅話咧，你會成為一個係非活動嘅會員嘅。咁另外咧有一樣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喺即係嗰個從一個嘅合法嘅角度嚟睇咧，就係我哋需要有一個嘅法定嘅人數先係能夠咧係有效嘅。咁所以請弟兄姊妹，如果你係會員咧，係請記得啦。如果你未去登記嘅話咧，今日係最後一日。咁另外咧，我哋會喺下個月尾咧就會有呢個嘅confirmation process， 就係有印證嘅，我哋會員大會印證明年嘅或者今年嘅2026年嘅我哋嘅執事人選啦，同埋我哋教會嗰個嘅預算嘅財政預算嘅。感謝主，今年咧我哋係廣東堂咧有3位嘅新嘅執事。咁請大家都係為佢哋啦，亦都為到現任嘅執事去祈禱。呢個就係今年2026年嘅執事嘅人選嘅名單。特別即係請弟兄姊妹喺你嘅禱告裏面都紀念佢哋嘅服侍。咁大家都知道，我同大家分享過啦。根據個會章咧，好快咧就係喺一定要退休嘅年齡㗎啦。咁而家教會咧正係好積極咁樣咧，係揾緊接班人嘅。咁今年咧喺教會已經正式成立咗個係語堂嘅聘牧委員會。咁按住教會嘅憲章同埋既定嘅程序咧，係負責為語堂咧係揾神所預備嘅語堂嘅牧者嘅。感謝主咧，佢嘅帶領咧，我哋有機會喺2月6號至8號咧，邀請到黃茂林牧師同埋師母嚟到我哋教會同我哋有機會見面嘅。咁期間咧就係我啦，同埋2位長老，我哋嘅聘牧委員會同埋我哋嘅事工同工會嘅成員咧，都會同黃牧師同埋師母一齊有機會去見面。咁讓我哋都能夠作進一步嘅可以互相嘅了解啦，一齊咧去尋求神嘅心意。咁除咗係2月8號佢會喺呢度證道，同埋會教一堂嘅主日學之外咧，佢仲會喺2月7號咧係會去參加一啲嘅細胞小組嘅團契嘅。咁透過佢嘅講道啦，同埋教導，我哋會眾啦可以更加係認識同埋了解佢。咁黃牧師咧係生長喺香港嘅，但係喺美加咧已經有好多年嘅服侍嘅經驗㗎啦。咁而家暫時佢係喺加拿大多倫多市係定居嘅。咁請弟兄姊妹咧懇切為呢件事去祈禱，求神俾我哋有智慧同埋合一嘅心，一齊咧去仰望，去尋求神嘅心意同埋帶領。咁另外，弟兄姊妹，如果你冇領取到2025年個奉獻收據嘅話咧，財政部咧將會係寄去俾你㗎啦。如果你收唔到嘅話，請你同我哋嘅財政部嘅同工去聯絡。咁另外2月1號咧，晏晝12點半鐘喺RST Hall 嗰度咧，係有一個係主日學同工即係感恩嘅一個嘅午餐嘅。咁如果你有喺主日學嘅事工裏面參與嘅話，請大家咧記得係2月1號12點半咧喺 RST 有一個嘅大家同工參加感恩嘅時間。咁另外上個禮拜都宣佈過，教會係一直咧係補貼緊午餐嘅費用嘅。雖然日後我哋調整咗之後咧，我哋仍然咧係會補貼嘅。因為物價嘅上漲咧，所以我哋要喺2月開始要上調呢個嘅教會嘅午餐嘅價格。
就係大份咧就係5蚊，小份嘅咧就係4蚊嘅，咁請大家留意。咁姊妹佢哋咧亦都喺2月8號咧有一個嘅午餐嘅聚會，預備新年啦，會做一啲小手工大家有聯誼嘅時間，亦都有啲小點嘅。咁請喺課室購取午餐。咁係咩情形咧？咁請同我哋姊妹嘅佢哋嘅負責人咧去問一問。OK， 咁可能都唔需要你自己去買嘅，佢哋會拎啲午餐過嚟嘅。咁請各位姊妹可以自己參加啦，亦都可以邀請一啲朋友嚟參加嘅。另外，2026年有短宣嘅機會。咁你有興趣去參加嘅話，請掃掃呢個二維碼，睇下有啲乜嘢適合你去參加嘅。咁但係咧嗰個截止日期咧係2月15號嘅截止報名日期嘅，因為名額有限咧，請大家係盡早嘅可以去上網去睇一睇。如果詳細情形想知道多啲咧，請聯絡我哋嘅宣道部。另外咧就係往年一樣啦，我哋都有新年舊曆新年嘅農曆新年嘅慶祝園遊會咁。而家咧嘅定嘅日子咧係2月21號，係禮拜六晏晝2點至4點嘅。咁亦都係好機會咧，係一個外展嘅時機嚟嘅。咁請你啲朋友啦，或者鄰居特別有小朋友嘅嚟參加。咁我哋一齊不單止慶祝舊曆新年咧，亦都有機會能夠可以認識佢哋，佢哋亦都可以認識我哋教會嘅。咁請大家記得就係2月21號係禮拜六嚟嘅，下午到2點至4點。詳細嘅情形，大家都可以掃掃呢個二維碼去睇一睇嘅。明年咧應該係馬年嘅。咁另外暑期嘅兒童嘅嗰個聖經學校咧。會已經定咗喺8月3號至7號嘅，咁請大家喺你嘅日曆嗰度咧係 mark 低嗰個日子，亦都係預備或者邀請其他人參加，你自己嘅兒女都可以去參加嘅。代禱嘅繼續都為到我哋當中嘅弟兄姊妹佢哋身體嘅軟弱祈禱啦，求神去醫治佢哋，亦都賜俾你有力量係面對身體嘅軟弱。喺新嘅一年裏面咧，亦都為到我哋自己靈命更加去成熟，更加有愛心同埋有耐心去參與教會嘅服侍去祈禱。另外Grace 同阿 Dylan 佢哋喺紐約服侍嘅。Grace 咧而家暫時係半職去服侍，繼續咧都能夠可以係求神都繼續去使用佢哋啦。雖然有個baby， 即係求神都能夠即係透過有新嘅一個改變，有 baby 咧能夠對佢哋嘅事工能夠更加有唔同嘅果效嘅。咁求神都讓佢哋能夠有智慧點樣去有個過渡嘅時間，神俾佢哋有日後服侍嘅嗰個方向。我喺度寫住咧，主日學咧係11點鐘開始。咁Connie 已經將嗰個 Zoom link 咧係 send 咗出嚟㗎啦。咁我哋只係一班嘅主日學啫，係以賽亞書。咁請大家咧可以11點鐘入嚟。咁咧我哋有啲機會可以大家問安一下，大家傾下偈嘅。咁趁呢個時間咧，你可以預備你自己嘅茶點。咁11點鐘就嚟一齊上主日學，早少少咧，大家可以有一啲機會去喺網上線上去交通。OK， 咁一陣間見大家，願神祝福大家，賜大家平安。